您知道吗？60岁以上男性失去亲密活力和自信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从卧室开始的，它的根源要深得多，来自一个不起眼、经常被忽视但却发炎的腺体——射护腺。这是一个很少有男性敢谈论，也很少有医生真正深入探讨的话题。然而，我今天要向您揭示的内容，可能会改变一切几个世纪以来某些天然食物一直默默地支持早射护腺健康，但却几乎不在传统医学建议中出现。更令人惊讶的是，一种简单的水果，如果以正确的方式食用，可以在不到18小时内开始平息发炎并缓解不适。我是陈医师，一位专门研究男性自然健康的台湾医师，从事这个领域已超过30年。我协助过数百位60岁以上的男性，无论是退休的企业主管，还是退伍军人，在不使用药物或手术的情况下恢复活力。相信我，当你了解吃什么和何时吃，一切都会改变。不需要神奇药丸，不需要手术，只需要聪明地利用大自然。您认为自己已经听过所有方法了吗？如果解决您排尿不适、疲劳或亲密障碍的方法就在您的厨房里呢？如果只需要5种简单易得的水果，就能掌握缩小射护腺、重启血液循环和找回失去活力的关键呢？在这部影片中，我将向您揭示这5种经科学证实的水果，它们能够减少发炎、恢复深层功能，并支持60岁以上真正的男性活力。但请等着看第1名的水果，因为很有可能您一辈子都在吃它，却从未想象过它真正能做什么。在继续之前，如果这个话题对你有帮助，请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任何专门为您这个年龄层设计的建议。如果这部影片引起您的共鸣，请在留言区打是，如果没有，请打否，让我能够改进，为您提供真正重要的内容。那么，让我们进入主题。从第1种水果开始，这是一颗经常被低估的绿色小炸弹，但对于缓解射护腺核心的发炎非常有效，不需要跑到天涯海角去找它，您的冰箱里可能已经有了。我说的当然是奇异果，以下是为什么它比您想象的更珍贵。当我开始协助面临射护腺问题的年长男性时，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同样的抱怨不断出现，晚上起来好急，次小便，下腹部那肿闷痛的压力，难以开始或结束尿流。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原因并不是严重的疾病，不是的，默默助长这些症状的是慢性发炎，一种缓慢、隐匿的灼烧感，潜伏在射护腺核心，随着年龄、压力和饮食而恶化。最让我惊讶的是，对抗这种发炎最有效的武器，既不来自药局，也不来自手术，它们已经在您的厨房里了。以奇异果为例，对我遇到的许多男性来说，它只不过是一种有时加在沙拉里的酸甜水果，或者被遗忘在冰箱深处。但这种水果是营养炸弹，富含维生素 C， 它是最强大的水果之一，能够在您最需要的地方血液、组织和射护腺中位。您的身体注入抗氧化剂，维生素 C 不仅仅是作为补充剂，它更像是对发炎的生物刹车。
它有助于化解氧化压力。这个过程会慢慢刺激摄护腺病，使其随时间肿胀。当它肿胀时，这个腺体对尿道和膀胱施加持续的压力，给您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即使不是真的，也总觉得想尿。我见过70多岁的病人，只是在日常饮食中每天加入2颗奇异果，几周后回来时感到惊讶，他们终于能一觉到天亮，小便次数减少，感觉更轻松、更平静。其中一位告诉我，这是多年来我第一次感到摆脱了厕所的束缚，我重生了。但奇异果的功效不止于此，它还富含纤维，这能默默地支持消化和肠道健康。您可能不知道，但健康的肠道直接影响您的荷尔蒙和全身的发炎状况，包括摄护腺。当您的肠道菌群良好时，一切都会跟着好，荷尔蒙平衡稳定，发炎消退，摄护腺的压力逐渐减轻。最美好的是，奇异果温和地发挥作用，没有刺激，没有副作用，只是自然、缓慢但确实的工作。您可以直接吃，加入果昔，或纳入早餐，但无论如何食用，都要定期进行。康复不取决于伟大的英雄努力，而取决于每天做出的小小但持续的决定。如果说奇异果是一种无声的力量，那么下一种水果则是真正的启示，小巧低调，但具有某些研究人员称之为保护男性活力最好保守的秘密之一的抗氧化能力。让我们仔细看看蓝莓，这些守护您活力的蓝色战士。我记得一个男人，阿明，他刚过60岁，他精疲力尽，被持续的尿急、微弱的尿流所困扰。但最重要的是，他厌倦了感觉自己在慢慢熄灭。我感到熄灭了。医师，无论是身体还是头脑，我都不再活跃了。我们坐下来，分析了他的生活方式。我只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给你的细胞喂什么？因为摄护腺健康，不仅仅是尿液或异固酮的问题，这是细胞生命微观层面发炎的问题。这就是蓝莓成为主要资产的地方。我称他们为抗氧化战士。他们现在是我对任何想要不仅恢复功能，而且要找回活力的男性的关键建议之一。这些小浆果含有高浓度的称为花青素的化合物，这些是真正的分子盾牌，它们中和氧化压力。这种内部的生锈会加速老化，并使摄护腺从内部慢慢悄悄地肿胀。每次您吃一把蓝莓，您都在默默地加强摄护腺的防御，您减缓了这种看不见的磨损。这种磨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累积，由疲惫的循环和持续的发炎所滋养。阿明，您还记得吗？它很简单地开始了。每天早餐加1小碗蓝莓。几周后，发生了微妙但深刻的变化。他晚上不再那么频繁地醒来，他的尿流变得更有力了，他的能量在白天更稳定了。但最深刻的是什么？他的头脑更清晰了。蓝莓不仅仅作用于摄护腺，它们滋养大脑，改善记忆力，减少精神疲劳。而当您感觉自己的头脑更敏锐时，您的整个自信心都会改变，您再次开始相信自己的身体。这就是为什么我每天都建议一把新鲜或冷冻的蓝莓，您可以在优格中加入它们，在奶昔中混合它们，
或者只是在一天中作为零食吃它们。它们不仅美味，而且每一口都向您的身体传达一个强大的信息：我在这里保护您，强化您，让您恢复活力。这不是奇迹，这是持续营养的纯粹结果。但如果蓝莓保护您的细胞，那么接下来的这个种水果则更进一步，它修复损伤的组织，重新平衡您的荷尔蒙，并从内部恢复活力。这种充满红宝石般种子的水果，被古代文化尊为活力和长寿的象征。今天，科学证实了他们的直觉，让我向您介绍石榴，这个被遗忘的宝藏，却对男性的健康和活力具有非凡的力量。石榴，被医学研究证实的荷尔蒙和活力恢复剂。我永远不会忘记志强的故事。志强65岁，是一位退休工程师，安静、自律，但是被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所困扰，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而是一种失去东西的感觉。他告诉我，医师，您知道，我曾经是一个每天早上醒来就充满欲望的男人，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这个病不完全是身体问题，而是深层的东西不见了。一种火焰，他的话打动了我，因为他们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真相：男性的活力不仅仅取决于勃起，它取决于荷尔蒙平衡、血液循环。是的，还有射护腺健康，这三者是相互关联的。当射护腺发炎肿胀时，它会压迫周围的神经和血管，阻碍良好的循环，减少敏感度，甚至干扰荷尔蒙的产生。久而久之，这个会成为一个恶性循环。但我告诉志强，您的身体还记得如何运作，它只需要正确的信号。那时我建议他喝石榴汁，不是任何果汁，而是纯的、新鲜、榨取的、不加糖的，每天1小杯，仅此而已。几周后，志强回来了，这次有所不同，他的眼睛不一样了。他坐下来，平静地对我说：“医师，已经3年了，3年没有晨勃。现在他们回来了，不是每天，但他们回来了。”他喉咙哽咽，我感觉到在他的话语背后，他正在找回的不仅是功能，而是他的价值感，他的身份。因为对一个男人来说，这些不是次要的细节，他们是生命的标志。石榴的作用是什么？它装载了强大的抗氧化剂，特别是鞣花酸和多酚。这些化合物不仅仅是中和氧化压力，它们直接作用于受损的组织，帮助修复组织，重新平衡荷尔蒙水平，特别是异固酮，并改善射护腺和生殖器的血液循环。换句话说，石榴不仅仅是攻击问题，它重建了基础，而且它温和而深刻地这样做。我见过老年男性恢复了他们以为永远失去的敏感度，重新发现了失去的欲望，甚至对他们的伴侣有了不同的看法，不是因为魔法，而是因为他们的身体终于获得了所需的东西来重新换发生机。你想知道如何整合石榴吗？这很简单，每天喝1杯天然石榴汁，或直接吃石榴籽，避免加糖的商业版本，因为糖会抵消所有益处。将新鲜石榴添加到沙拉中，或在优格上撒一些石榴籽，或者如果您更喜欢简单的方式，也有优质的石榴浓缩提取物，
但无论形式如何，要有规律性，因为石榴不是速效解决方案，它是一位耐心的盟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挥作用。当您坚持使用它时，您会发现的不仅仅是改善的功能，您会找回一种感觉，那种仍然活着的感觉，仍然充满活力。但如果石榴重新点燃了内在的火焰，那么下一种水果则从根本上清洁、滋养和软化身体，以便一切能够更流畅地运作。它是夏天的象徵，清新、甜美且充满水分，但在它朴实的外表下，隐藏着一种独特的分子，直接作用于摄护腺健康和男性活力。让我向您展示西瓜如何超越单纯的解渴，成为您自然恢复武器库中的真正盟友。西瓜，这个被低估的盟友，让一切重新流动起来。我经常告诉我的病人，如果您的血液循环不好，您的摄护腺就会受到影响，您的活力也会受到影响。这很简单，当血液不再顺畅流动时，组织缺乏氧气，发炎加剧，腺体变得充血，功能下降。这就像试图用堵塞的管道浇灌花园一样，没有水就没有生命。而西瓜在这个意义上是深层的润滑剂。我记得俊杰，一个77岁的男人，一个从不抱怨的坚强人，但有一天他坦诚了，他告诉我，他感觉自己被困住了，他不再感到沉薄，不再感到这种微妙的温暖能量，曾经唤醒了他。他说：医师，我不是在寻找奇迹，只是想感觉更活着。我们谈到了他的饮食，我注意到他几乎不喝水，很少吃富含水分的水果。然后我缺了他一个非常简单的建议，每天吃1大片西瓜，最好是在早上。3周后，俊杰回来时，脸上带着微笑。他说：医师，我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什么，但我感觉更轻盈了，更活跃了。您知道吗？我向他解释了原因。西瓜不仅仅提供水分，它含有一种称为瓜氨酸的氨基酸，您的身体会将其转化为精氨酸，然后又转化为一氧化氮，一种扩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环的分子。这不仅仅是理论，它意味着更多的氧气到达摄护腺，减少充血，增加更好功能的可能性。更好的循环意味着更好的氧气运输，更好的荷尔蒙平衡。是的，更坚挺、更自然的勃起。我见过男性恢复了他们的敏感度、自信等愉悦，不是靠蓝色药丸，而是靠水果、耐心和真正回归本质。这就是西瓜的低调力量，温和、熟悉，但往往被低估。所以，下次您切一片西瓜时，请记住，您不仅在滋养您的味蕾，您也在滋养您的活力。您正在重建一点一点失去的东西。但如果西瓜打开了疗愈之门，那么现在要介绍的水果，则会将它踢开。因为在许多男性只看到日常食物的地方，实际上隐藏着已知最高浓度的保护性茄红素。当以正确的方式使用时，它可以在不到24小时内开始作用于您的摄护腺。让我向您展示为什么这种红色水果经常被忽视。
可能是您手边最强大的天然武器。接下来是番茄，第一名，能快速缩小摄护腺的水果，真是疯狂。这么平凡的东西，放在您的厨房台面上，竟然能包含如此鲜味、人知但非凡的疗愈力量。番茄不引人注目，几乎不花什么钱。然而，当涉及缩小摄护腺大小和重振男性能量时，它超越了我研究过的所有其他食物。我花了多年时间研读研究，与同事讨论。最重要的是观察我自己病人的结果，一次又一次，番茄名列前茅。为什么？因为它们含有茄红素最浓缩的天然来源。这是一种抗氧化剂，不仅仅是平息发炎，它主动保护您的摄护腺细胞免受侵害，并抑制慢慢窒息您活力的过度生长。但这是大多数男性不知道的事情。番茄的真正力量只有在加热时才会释放。是的，煮熟的一碗简单的番茄汤或一勺浓缩番茄酱加入热菜中，突然间，茄红素对您的身体的生物利用度提高了4倍。它不仅滋养，还治疗。加入1匙橄榄油，您就得到了大自然中支持成熟男性最强大的组合之一。我想到文雄，我最忠实的病人之一，前护理师，82岁，务实但疲惫。他受够了他不断的夜间醒来，受够了依赖药物。所以我们做了简单的事情，每天早上他开始喝一杯热番茄汤，就像他母亲以前准备的那样。几周后，他回到诊所，他有那种明亮的眼神，那种小小的会心微笑。他告诉我，医师，我感觉我内心有些东西重新点燃了。这就是番茄的真正秘密。它们不仅仅是沙拉里被遗忘的蔬菜，它们是您荷尔蒙循环和力量的天然燃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可以帮助减少摄护腺肿胀，改善尿流力度，甚至重新启动晨勃的频率。这是活力恢复的无声迹象，不是因为这些水果是魔法，而是因为它们为您的身体提供了自我修复所需的基本元素。例如，番茄还富含维生素 C、维生素 K 和钾，这些都是调节血压、支持免疫力和加速深层组织修复的必需元素。但真正的英雄在这里，是茄红素。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建议每位60岁以上的男性养成每日习惯，无论是自制番茄酱、一杯简单的番茄汁加1撮盐，还是甚至1勺浓缩番茄酱加入您的菜肴中，不是孤立的动作在改变，而是规律性。现在您知道了这种朴素水果的潜力。真正的问题是，当您将它们全部结合起来时，会发生什么？当奇异果、蓝莓、石榴、西瓜和番茄一起工作时，您的身体会发生什么强大的变化？因为答案不在单一水果中，而在于您如何一起使用它们，为力量、清晰度和男性活力建立持久的基础。在这个最后的时刻，我想给您留下比茄红素更强大的东西。希望如果您坚持到这里，我希望您闭上眼睛1秒钟，深呼吸，然后仔细听。这个您的身体没有背叛，您恰恰相反。每一次疼痛，每一个被打断的夜晚，每一刻
您感到渺小的怀疑。这一切都不是定罪，而是信号。您的身体在呼唤您的帮助，而不是您的屈服。我们今天一起看到的，不是空洞的承诺，而是真实的、自然的、经过验证的支持。您的摄护腺可能多年来一直需要的支持，奇异果为您带来强大的维生素 C 和纤维，以平息发炎；蓝莓充当抗氧化哨兵，保护您的细胞并净化您的思想；石榴修复组织，平衡荷尔蒙并重，镇您的欲望；西瓜滋润清洁并重气循环，知道最敏感的区域。而番茄，它通过舒缓摄护腺，刺激荷尔蒙和唤醒您内心某些您以为已经失去的东西，来封印联盟一个活着的男人的平静力量。石榴深层滋养您的细胞，并充当您荷尔蒙的天然调节器；西瓜强烈滋润，并提供一种罕见形式的茄红素，缓解排尿压力。而番茄如此朴素，如此经常被忽视，实际上是消除摄护腺肿胀病，从内部重新启动循环的第一名水果。这些食物中没有一个难以找到，没有一个需要医疗处方，但当它们定期整合时，某些强大的事情开始运作。一种骨牌效应可以改变您的感觉、您的睡眠、您的活动方式，甚至您重新连接生活中最亲密时刻的方式。我陪伴了数百位男性走这条路，有些人刚过60岁，有些人接近80岁。我一次又一次看到的是，疗愈病不总是从药丸开始，有时它从一种简单的水果、一份不同的早餐开始，还有那个无声但强大的决定：我仍然值得被照顾。现在选择全在您手中。您听到了科学，您听到了真实的故事。如果这些水果中的任何一个引起了您的共鸣，就从它开始。也许您的下一章从您的下一口开始。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我邀请您点击喜欢，与朋友分享，并在留言中告诉我您记住了什么。我阅读每一个字。有时您的见证可以唤醒另一个人。如果您希望帮助这个频道成长，并继续提供基于证据的诚实医疗建议，我邀请您考虑通过下面的连结进行小额捐款。每一个举动都很重要。我真诚地感激您，很快再见。最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陈医师。